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伫个书记长林彦竹的带领，包括3位副书记长甲伫发言人，上午联合召开记者会，批评市府用人民的纳税钱、国家的土地来兴建个人的纪念公园，而且文化局阁开了158万来设立党商。国民党团议员批评，甲伫国父党商被诱导，以及慰安妇党商比较起来。批评市府多理将预算减掉。社区的公园绝对可以有一个名称，那为什么不叫黄伟哲公园呐？为什么不叫嘉陵黄公园呐？为什么叫黄仙柱啦？我认为今天一个公园在社区，我们都很乐意看到，但是不是把它包进来，用市府的预算，这就是很不对。那当被抓包了，就说好，他们自己出钱。用的是国家的土地，你不会觉得这很离谱吗？纳税人的钱要来维护，然后用国家的土地，我问一下啦，什么人会引导的人会当伊摆遐卖啦？国有财产的土地你去施工，让一个民间人放在这里，你觉得你的立场很尴尬吗？是不是我们应该是不是把它要去除掉？有没有办法拆除掉？消息一出，虽然市府回应，党商的部分家属愿意来支出。但对着工务局以着公园改善工程为理由，先开了762万的时间，后来阁变更设计，铺设步道，设伫凉亭顶，所有的工程伫个12月初来完工，而且当初的号名嘛为了方便管理，甲着日后的维护。因为七股当初早期它不是都市计划范围，那既然不是都市计划范围，要修辟公园，其实就变成要找一个类似一个公有的土地去做一个设置那所以说设计完了以后去做施工，那也很不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很不幸的是刚好那个地方刚好某一个人刚好就这样子，然后所以说对公务局来讲，它就是要一个名称能够去做一个管理。公务局本来就是要一个名称做公园的一个管理，那所以说这个公园不管它叫 A 叫 B 叫 C 叫 D， 其实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名称，让我们以后将来要维护管理能够比较好去做。我们是用代办的方式来找一个比较适合的艺术家这个是因为我在问的是为什么？你们现在说是家属，对，然后为什么我们招标啦？你即嘛是伊请你。最后，议会国民党团要求，希望市府伫个农历年过后，将7个西寮里的社区公园来恢复，绝对无允准用公家的资源来设立私人的党商甲的公园，若无将以涉嫌盗理、以上减掉来调查。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